诗篇22篇19节到31节。19节，上主啊，求你毋通离我远远。上帝，我的气力啊，求你紧来帮赞我。求你救我脱离刀剑，救我的性命脱离狗的势力。求你救我脱离狮的喙，你已经有听我，互我脱离野牛的角。我要对我的兄弟报扬你的名，我要伫聚会中学乐你。恁敬畏上主的，着称赞伊；以色列的后代，着归荣光互伊；雅各的后代，拢着敬畏伊。因为伊袂看轻善食人，袂无视因的困苦，嘛袂面越走毋插因。因求救的时，上主有甲因听。我要伫大聚会中称赞你的所做，我要伫敬畏上主的人面前谢我的愿。善食人会得到饱足，追求上主的人会称赞伊。愿恁的心永远有活气。地上所有的人拢会记得上主的所做来归顺伊，世上万族拢会伫伊面前敬拜。因为主权属伫上主，伊是万国的主宰。地上所有富贵的人为自责啉者敬拜，连得要死、得要归土的人，就会伫伊面前跪拜。因的子孙会服侍伊，主的作为会传到因的后代。人会对将来要出世的子民讲，主已经完成伊的拯救。